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8月20号第11点台记新闻，我是谢美玲。新闻首先来关心一连串上新的消息。台东县黄金桥山坪海边下早7点外，传出着有一个查甫人好亲像是渡水，伫海底呢是安尼浮浮沉沉哦。民众看到赶紧通报案讯的人员，案件人员到位了后，这渡水的查甫人已经去吊溪甲伊救上岸，并且帮伊来做急救。随后消防人员到位，也继续换因来接手来救，不过也是无甲伊救回来。根据了解哦，这个渡水的查甫人大约是差不多50岁左右，是当地居民。而详细渡水的原因，也阁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刚刚是一个现场的消息，这个情况实在是真紧急哦。这是高雄燕巢区有一个31岁查甫人，做工课这厂房熊熊所倒起来，离铁当大的厝呢，搁再加上内底囤真济容易倒的物件，火炭烧了真紧。查甫人因此规身躯有真济所在拢去有火烧伤，逃出火场了后，看到边仔这农田内底有水哦，赶紧甲伊跳落去水内底。详细情形，咱们连线记者蔡婉如。好，直播现场的情况实在相当紧急，救人要紧，民众等不及了，直接是在路口等人。见到远景的巡逻车抵达，口气急促，跟远景说里头的火烧起来了，跟着是用跑的直接带路。警方到场一看，农田里的水洼倒卧一名男子，浑身像是被火灼伤。你伫大路边等上车入来。妈你啊！进来进来。倒在积水的农田里是一名31岁的男子，工作的工厂起火，铁皮搭建，火势相当的猛烈。当时男子在里头被火灼伤，实在太烫了，自行逃出火场之后，情急之下就跳到积水的农田里，希望能降温。好心民众发现，赶紧帮忙打119和110，警消赶来抢救男子。初步看上去四肢和颜面都有烧烫伤，不过幸好意识清楚，送医治疗。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消息，时间先还给棚内主播。好，咱感谢婉如带予咱上新的消息。另外，同款是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高雄市长韩国瑜，伊进前就证实讲，9月到10月份的时阵，将要拜访到美国。而 AIT 美国在地协会成员，包括着处长雷英杰，拄好去高雄来甲伊访问。目前双方确定是讲会见面，关于讲会讲什么，来听韩国瑜伊上新的讲法。做一些交谈，自然而然会知道。主要谈的一些问题是什么？目前还没有预设任何要谈的主题。来，市长在那个感谢美国军售的声明里面有收回一段，那是为什么？没有，我们就是很正常，以我们的公告的声明为主，好不好？好，谢谢。像昨天直播那个公文一个人高度完的时候，总统跟行政院似乎都有一些的说法。其实这是要以前苏院长大家都说把自己当成苏科长，我是希望我们整个政府部门跟民间能了解。就是说，不是说批公文批的越多，就代表行政效率越高。我们要相信文官体制，也要相信分层负责，还有高度的授权与尊重。另外，好像前一阵子大家抨击韩国瑜都认为公文批的越多，代表越认真，效率越好。我们只是要特别把这个公文堆出来，呈现出来一个感觉，一个反差，就是说什么呢？公文批的越多，并不代表效率越好。如果每天一个首长都溺在公文的这个公文海里面的话，并不能带来强大的行政效率。我只要凸显的是这个，其他没有别的意思。所以那堆里面是有公文的吗？来，当然有啊，当然有，还有民众的书信。来，好，那个今天苹果民调那个输那个蔡英文总统输2%，然后会不会希望借由这个美国行，然后来这个拉抬声势？所以这个规格上会跟美国有要求。你这个讲的是两件事，你为什么像麻花要串在一块儿？你不用像麻花一样把它串在一块。美国行是美国行，跟民调没有必然的关系。民调它是一时的高与低都有的，蓝军不能整合，蓝军支持者忧虑，或者开始对于民调上表态、收缩等等都有可能啊。这个民调有很多状态了啊。你说走私烟，用总统专机走私烟的时候去调查蔡英文总统的民调，肯定暴跌。它都有一时一刻不一样的事件，我们是予以尊重。那分内的工作市政做好，周末的时候国政这一块尽可能到各县市去跟各县市不同的市民朋友来报告，还有就像我们昨天所发布的一些对外的声明等等，我觉得市政跟国政都要兼顾好，把分内工作也要做好。那未来民调的变化，
我们还是尊重的。上嘉宾解说，疑似是不是国家机器在监控家里面，包含偷跟拍寒冰，甚至是空拍机，让爸爸都不敢出门散步。其实这一段时间，的确是我们感觉到国家机器动得非常的厉害，动得非常厉害，包括我的车子都可能被装了追踪器。其实我们很清楚，到了保养厂就知道了。为什么不讲这件事情呢？因为你国家机器动到这种程度，我们觉得执政党应该要恢复他几十年来不断的诉求。民进党要求每次都讲3件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党政要分开。结果现在民进党摇身一变变成执政党之后，感觉这个国家机器监控我韩国瑜监控的太厉害，这是不对的。我知道我讲出我车子被装的跟追踪器一定又是轩然大波，又是韩导自导自演等等。我的讯息是非常准确的，我不想讲。我感觉国家机器动得太厉害，没有必要这样。台湾追求民主自由，不是要追求这种恐怖的感觉。大家公平竞争嘛，把你的理想告诉民众，希望民众投你一票，这不是非常的好吗？好吧，我觉得这是我对国家机器针对我韩国瑜还有我的家人呢，其实我是要提出抗议的，好吧？好，谢谢。另外，同款是上新的消息，这是有民众驶车伫第17线西段停青阳灯的时阵发现讲头前有一台白色的轿车驶反方向又搁停青阳灯，和对面的驶到位这驾驶拢行一条。咱连线记者陈燕依。逆停。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民众停红灯，发现前面有台白色轿车，逆向就算了，还逆向停红灯，把他吓傻了。红绿灯号志变成绿灯后，所有车往前，白车居然也往前开，然后左转，实在很夸张，民众惊呼连连。逆停，你有看无？大家看者，搁一个三宝咯。警方看到画面也说，影片里头的白色轿车明显违规，因为该路段是台17线线西段北上车道，但白色轿车逆向停等红绿灯，研判可能是从附近超商离开，因为谈吐方便才会逆停北上车道，准备直接左转。远警也说，希望拍摄影片的民众可以提供相关资料，让警方依照违规行为依法开罚。未来远警也会在该路段这个超商附近进行宣导，呼吁民众不要因为贪图一时之快，就在马路上逆向停等红绿灯，因为这样的行为真的很危险。镜头交换台北棚内。互咱感谢 N 一带互咱上新的消息。社会需要来看这个是不是震撼的破坏行为？这是美国夏威夷有一间5星级的酒店，大厅内底呢有摆一个真大型的沙雕艺术去互一个少女呢好亲像笑的共款，甲伊破坏伫。咧雕像唔是长头就是长鼻仔，少女上尾还佫按这个沙雕甲伊结枕头，边仔这个钢盘无甲伊阻止，还佫摕手机甲伊翕落来。两人去互警方来追查，伫破坏这沙雕，可能要等到艺术家到现场才有法度来进行修复。沙雕艺术家劳心苦前的创作，伫个几秒钟内底，就互人甲耍转去，规个拢落索去。An idiotic act of vandalism is captured on surveillance camera. 伫咧画面内底，这个查某囡仔亲像小马母共款，伊下过玻璃的烂渣，先甲沙雕的头甲拂落长，再佫伸手入去乌沙，甲这个沙雕的片仔甲毁掉。Her friend records the destruction on her cell phone. If that's not enough, the vandal slams a pillow into the sculpture. 这项的破坏行为就出现伫美国夏威夷皇家夏威夷酒店大厅内底这座大型的沙雕，去互当地2个查某囡仔，一个人甲破坏耍断，另外一个人摕手机咧翕。规个过程，因2个人搁伫遐激拉稀，互民众真正唔敢相信。It makes you sick. I mean, I feel sorry for the artist. 1927年开幕到今，这个5星级的皇家夏威夷酒店，互人俄罗斯这个太平洋顶悬粉红色的宫殿，嘛捌有好莱坞电影伫遮取景，所以伊的名声真透。不过即马这个沙雕艺术煞来互人断头，伫咧艺术家修复进前，先甲挂花箍来应急。若这2个涉案的查某囡仔，当地警察当咧甲追查，因安凊彩甲人耍断破坏，恐惊要付出真大的代价。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要刷转来，这国内台中呢有一个查某人伫咧赛车赛倒退时阵哦，无细力启动着边仔这机车，伊说拍算要来绕跑，一个路过这个民众发现，好心甲伊提醒，不过这个查某人还是直接离开现场，民众就将这个查某人的车牌号码甲伊记落来，并且呢写一张字条啊，提醒着这个机车的车主讲，就是这台车弄着你的机车，机车车主摕着这个字条啊来报警察，警方即马嘛被依法来处理。监视器翕到白色的轿车当咧马库，想袂到无张持去弄着停伫路边的奥多摆，嘣一声，家伫咧顶仔骹的2个查某囡仔吓惊着，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咧？紧回头来甲看，这个出代志的驾驶就是这个负责人，伊想要甲奥多摆甲扶起来，不过相当扶袂起来，加在有过路人来甲斗3工，才甲这个奥多摆甲扶起来。不过这当阵这个负责人说想要绕跑，倒车时不慎撞到路旁重机车。他有下车并将机车扶起后，他就驶离现场。这时过路的人好心甲提醒讲，应该都要报警处理才对。不过这个负责人无要听，家己开车就绕跑去啊。这时民众就随甲这个负责人的车牌号码甲抄落来，搁写一张纸条来提醒这个奥多摆的车主，讲就是这个号码的车去甲你弄到你的机车。等这个姓地奥多摆的车主来看车的时阵，看到伊的奥多摆规个侧甲拢是伤。我摕这个纸条来报警。取车时发现他的行李箱已经打开，他以为那个遭小偷窃取。忽然间，他发现车厢里面有一个纸条，里面写着：“你的机车被一部自小客撞到。”之后，真心车主马上报警。事后，警方找到这个肇事的46岁姓陈的负责人，伊既然背回讲，伊会走去是因为迄当阵，这个过路的人对伊的态度甲口气无好，伊才会安尼弄着无马插人。这是伊家己绕跑去，搁要来牵拖别人。警方除了对这个负责人甲开发以外，嘛来吊销伊的驾照。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屏东有一间公寓大楼传出着这囡仔叽叽叫的声音，这是一个6岁大的查某囡仔准备要去洗身躯，想袂到伊的妈妈就撒开着这一间大胆分开的这玻璃门哦，向规个全裂开，造成这个囡仔规身躯呢有真侪所在拢互挂着伤，骹骨也挺细针，伊的妈妈嘛去互这玻璃来挂着，紧急送病院。然后我进去用左手开门，然后整个玻璃就往他那里喷发。简单轻轻甲摔一个尔，这个细分司警的玻璃门煞规个安尼破去，玻璃规个脆鼓鼓，甲坐伫这个浴槽内底查某囝嘛有甲挂着伤。我就跟他讲，你不要动，会手受伤也是因为他刚好头这样，如果他脸朝我的话，应该也就是很惨。这个6岁查某囡仔，伊的手去包起来，骹嘛是拢有伤痕，迄当阵挺细针，因老母嘛伫咧这个开门的时阵有去挂着。你说不要哭，他在玻璃堆里面。查某囡仔妈妈想讲，这种强化的玻璃门应该袂有年限的问题，想袂到家己煞会逼破。事后厝边仔嘛，拢烦恼讲，因会敢会安尼？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危险呢。像昨天我在洗澡，我就觉得怕怕的，因为我也觉得那个年份可能这么差不多是这个对13年。即摆玻璃门已经修理好势啊，看起来一切拢恢复平常。不过疫情煞来成做上危险的所在，对这对母女来讲，要是心内惊惊有硬摇。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摆用温泉来煮卵，伫宜兰丘吉德温泉煮卵区，这乃是袂少民众真敢去煮卵的所在哦。不过，即马所传出讲，有民众竟然是乌爸母用牛奶粉的管家己做煮卵的桶落去煮卵，或者过路民众是看甲大喙硬一直讲真正无卫生。温泉水烧滚滚，阁母白烟。竹篮仔内底鸡卵甲各种食材，放入去温泉内底滚滚的，好食的温泉卵就煮好啊。只是有民众哪食哪看，煞发现，这位先生你哪摕牛奶粉罐来咧煮卵？摕出手机来翕相，事后嘛伫面册铺文来写，明明都有规定爱用20块的竹篮若200块的押金用完就会退，但是就是有人会发挥创意，摕牛奶粉罐，甚至是洗衫的袋仔来咧煮卵。网友看着拢讲真咸，嘛有网友讲时机歹歹啊，省这20块是真轻欠的美德。嘛有人讲遮尔省，规气莫出来佚佗，遮尔咸的行为，现场的游客听到拢是一直喊头。不环保，而且也不卫生啊。这样不好吧？我会觉得说怎么不好？
塑化剂或是里面这个污染到了。游客拢讲，安尼实在是真无卫生。有人会选择来阻止，嘛有人会选择换一个所在来煮。只是这种行为一直来发生，相关的单位到底是要安怎来处理？求职者煮蛋炒现场都设有提醒告示，禁止游客使用塑胶、铁类等制品来煮食。未来我们也会加强现场的巡逻。有关单位表示会加强来巡逻，嘛会来甲因考劝，嘛呼吁民众爱来遵守规定，因为煮卵的温泉属于公共区，维护卫生是每一人拢有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人伫咧讲的这高雄市的倒挖，虽然讲互真侪用路人感觉真惊吓，不过根据统计高雄市今年顶半年前3名交通违规项目当中，依照顺序说是超速、违规停车，也佮有弄红灯。其中呢，翕相违规上侪所在，毋是市区，是郊区。位伫咧田寮区的这六步路上，每一个月平均是翕到上千张这违规半年以来已经为这个市库赚1100万了。无论好天也是落雨，附近的人伫遮过，拢会甲速度甲放较慢的，因为头前这座超速的翕相机是规高雄市开出上侪罚单的翕相机。根据统计，这座伫咧田寮六步路的超速翕相机，干那伫咧顶半年就已经开出9442张的罚单，平均一个月就有几千张的，拢总爱纳的罚款有1100多万。那个地方有很多砂石车跟大车，是连续弯路。这个数据一个出来，互人感觉真惊吓，因为超速翕相机王毋是伫咧人侪车侪的市区，是伫咧这个郊区。若要对这个较有项来甲看，定定互外界认为讲是高雄型的这个倒挖，嘛无列伫咧其中。其中是以超速上侪，过来是违规停车，过来是弄红灯行倒挖。总计顶半年，伫咧高雄市就开出这个70万6065张的罚单。天50而已，所以每次外地人不晓得，随便都一定60、70以上。甲看这个过年的时阵，高山渡轮站路边的违规停车，这车甲这个规个车道拢塌掉咧，害公车根本都无法度入去。过来看这个轿车，伊来弄红灯，所来去弄着骑奥多摆的，害伊跋倒侧伤。其实这意外发生，甲这个违规拢有牵连。搁要呼吁民众讲，罚钱事小，就要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当快乐来出门，平安回去。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受到这西南风的影响，一直落大雨。不过呢，逐天也是到暗时雨一停伫咧彰化溪湖板头里这个所在，就会出现上千只这婴仔安尼飞来飞去的情形。有人讲是因为地灵人杰，不过当地居民说是笑不出来，因为毋若讲爱有雨淋，即马佫都爱忍受着婴仔黄金蛋，也就是败下物的攻击大家拢是真艰苦，哀哀叫，一直讲连喙拢毋敢擘开。飞起来！在这里啦，在我们上面啦。俗语讲，婴仔飞家家，大雨那面个落到地。卡叔讲，这边有几千只婴仔做伙来咧。哟，好多哦，这4、5层诶。这一个月来，大雨一直咧落。逐暗若是这个雨势较冷芳的时阵，彰化溪湖镇丰隆二街顶悬，就会出现这个上几千只的婴仔做伙飞家家这款壮观的场景。民众摕手机来抢翕。有人解说讲，这是地灵人杰的好风水。这种的所在真好啊！来差不多几个月有啊，这代表讲咱板头里是一个好所在。不过当地居民所欢喜袂起来，因为除了受到这个大雨一直来甲弹，还阁爱忍受婴仔屎来弹。伫咧点啊加路顶悬，这一点一点白白，就是婴仔屎。毋若这个路顶悬有，连停伫路边的轿车嘛去互婴仔屎滴甲满满是。为着要避免去互婴仔屎滴着，民众就尽量较莫出门。若是高不二种爱出去，还阁爱想办法来避这婴仔屎。太嘴你量太多了啦，什么动作不可以做哈？嘴巴不能张开，因为吃到鸟大便。其实水生昆虫，它们会利用这个梅雨的时候出来繁殖。那里的燕子应该是在那附近觅食，晚上在那里过夜。生物专家解说讲，这主要是附近的这个农田，伊的湿地真济，通拖嘛真济。平常时啊，就袂少婴仔吸伫遮，因二时啊落大雨，无法度出去讨食。暗时雨较冷芳的时，这婴仔才会做伙规个拢拼出来，出现这款这项的奇景。记者综合报道。
中南部因为受到连日大雨影响，位伫这森林的蔬菜产区，虽然讲无淹水，不过这菜园的土真淡，种的这叶菜类啦，烂的烂，伤的伤，损失至少有4成。菜农赶紧呢来抢收，就惊讲这日头若是出来蔬菜规个拢烂去，安尼就卖袂出去咯。所以呢，要挨个2礼拜，学校就要开学咯。团线团体业者呢，蔬菜需求量爱增加，这菜价销恐惊就会起价。这拢变以上就对啊啦，这拢水伤就对啊。菜农伫个田林无用咧抢收菜色，连续落尾几礼拜的雨，种的菜拢烂去啊。哇，安尼损失偌济？几成？差不多3、4成。菜园仔内底的土淡湿湿，这个菜叶啊嘛泡水，等日头一个出来，这的菜色拢会烂去、乌凹去。那即马采收落来的这的菜，爱先甲这有水伤的，也是讲黄去的叶啊，甲摘掉。估计这波大雨造成的损失上无有4成以上。这本来就量个少啊，对吧？对啊，了后你叶啊害吼，菜佫弯弯翘翘，变卖相也不好啊。菜农讲，菜色惊水，不过这会通拖病虫唔惊水，因为农药会养喺水内底，一个上大雨，农药就拢冲掉。若是无过来甲补药啊，这个菜色就会去感染到病虫害。不过这个人工甲这个药物的成本伤过头悬，收成佫减少，安尼这个价销自然就会压起来。其中花仔菜，甲比2礼拜前，伊价销对1公斤30块起到50块。若应菜嘛对1公斤13块7起到60块5，整体的菜色类伊的平均价销对30块起到37块。不过目前这个菜色的品质伤过歹，无人要爱，常常互退货，所以菜农嘛无一定有赚到。好菜会烂人买，菜贩较唔敢买。1个月后这个时阵，正经拢无菜，绝对会无菜。无细丛的就大丛较好收，你这大丛就收着完呢。当然会欠菜。过2礼拜，学校就要开学啊！负责采买这个团体业者，因的菜色需要量增加真济。不过现主时的大雨，煞互菜色的产量减少，就算讲即马紧来甲种，嘛无可能讲会遐紧就通收成。所摆来出现这款头尾接袂起来的时期，估计还要搁等1个月，未来的菜价恐惊会搁较起。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其他消息方面这手机办好了后，恁敢捌甲算过？若是讲想要中途来解约，电信公司的违约金爱收偌济？消基会就以呢早这个号码去换买到这 iPhone XS Max 256GB 的手机来看，若是讲拢是办约这30个月，每个月就要纳999块这费用，15个月了后想要来解约。各大电信业者收的违约金大概平均是7510块，不过亲像是台湾之星，或者是讲这远团的电信业者，拢明显比这个价销也搁较悬哦。消基会就要提醒民众这目睭爱备好金哦。另外呢，这消基会嘛发现讲，这违约金当中，电信优惠补贴款，远团电信是以每个月来计算哦，加这个电信和的严格规章是无符合的，上悬会当互人罚50万块。便啊，电信业者有释出这个较俗的方案，就会出现这款排队的人潮。不过跳槽换新机啊，违约金的这个算盘都要叠会好。消基会就指明讲，远团电信甲台湾之星，因的违约金是有偏悬。用这个同款的号码甲换一支 iPhone XS Max 256GB 来看，消基会调查发现讲。若是绑30个月，伊的资费是999块。以这个方案来讲，假使讲若是合约15个月，就想要来解约，五大电信业者因的平均违约金是伫个7510块。不过，这个台湾之星因的违约金却比平均加1365块出来。若这个远团电信因的违约金都有9750块遐悬，所以消费者目睭就爱盯较大蕊咧。另外，违约金内底这个电信的优待补贴款。电信法的营业规章规定讲，爱用日来算。不过消基会调查所发现讲，远团电信因是用月来算，真明显是违规。根据电信业的话，它是可以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这个消基会调查，远团电信业者驳回讲，违约金若是以日来算，这并无甲这个法规对价。因当咧驳回清楚，这个消基会讲的这个以月来计算，这款电信优待补贴款是对倒来的，就是惊讲民众就是讲家己的权益安会去受到损害，会去影响到因的品牌。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旅游秋冬出去耍补助就特别开始咯。自由行个人是补助1000块，若团体每一人是补助500块。不过呢，以团体来讲哦，观光局每个月补助每一间旅行社的这个团数，敢若有20团。以中型旅行社来讲，平均每个月呢是会出80团，根本就无够用哦。即马就传出讲，有旅行社以5000到1万无一定的这个金额，私底下要来买这个补助的名额。观光局也承认讲，这方案确实是无够完善哦，未来会加强来说明。若是这一届真正有业者违规，除了会追回到这补助款，也阁会依上法办。9月开始，各路秋冬旅游的补助就要起鼓咯。因为观光局补助特间旅行社的这个团数敢若有20团，不过以中型的旅行社来讲，平均一个月出80团，就算讲小型的旅行社平均嘛会出40团，甲算这个补助根本都无够。即马佫传出讲有旅行社私底下买卖补助名额，有业者讲这并无意外。每一个旅客都来这样子跟旅行社要求，那这些我本来就有既定的旅行社，是旅行社当然也不乐见这个情况，在他既有的一个团数的申请下是不够，没办法分配给自己的客人的情况下，那他也许会去动这个脑筋。为着要有生意，就算讲补助名额无够用，嘛有部分的旅行社家己先引钱出来。才佫甲这个团客甲加落来，专做甲这个无做国旅团的旅行社甲买名额。举例来讲 ，A 旅行社会先甲这个 B 旅行社用5000到1万这个介绍来买补助名额 ，B 旅行社甲佫用家己的名义来甲观光局申请补助，然后业者甲佫甲这个旅客讲是用 B 旅行社的名义来出团，不过是 A 旅行社实际来带团。有律师讲，这恐惊是咧走闪伫个法律旁。不过，这个观光法案确实嘛是有空隙。追回款项之外，当然也会依法来移送法办。未来我们在相关的一些要点等等，我们当然也会有一些做一些改进。就算讲旅行社之间私底下咧买卖，不过民众的权益，只要若是有保险，嘛无啥会受到影响。事实上，这种国旅补助常常会发生问题。有业者冒用亲友的身份证，也是讲请本地的人免费来食早餐，实际上因并无来住，安尼就亲像咧诈领补助同款。学者嘛呼吁这个国旅补助的配套要做好势，才袂去互有心的人来甲利用去。记者综合报道。规台湾行透透，要带观众朋友来去游山玩水，这是嘉义阿里山石岛。最近是出现着一个真水的景色，七彩琉璃光反射在壮观的云海顶头。有这爱摄影的人拄好经过，就甲伊翕落来，并且将这个画面分享在网络顶头，也吸引到真侪网友来观赏。一直讲真正是人间的仙境。管理单位也表示讲，因为当地海拔有1000公尺，山区的地形，搁再加上湿寒这个气候，常常在秋冬交替时阵呢，会出现着这款的这个景色。最近因为连日的大雨，才有这5月10色的琉璃夜景提前来出现。光、青光、红光为云海的脚笑起来，看过去山都袂舒服，七彩琉璃光包围同款，实在真水，互人看甲目睭唔甘腻。琉璃光，它是因为地面上有一些灯光照射，然后反射到天空中的云层，那它的光线就会在云层中散播开来。这是嘉义阿里山石岛地区，有爱摄影民众进前经过，发现这个美景，就随甲翕落来铺起网络顶的引起讨论。网友拢学咯，琉璃光云海根本就是人间仙境。当地管理单位讲，石岛的海拔超有1000公尺，受到山区地形的影响，气压产生云雾甲对流。伫秋天到寒天的时阵的暗时上接看到。这阵因为落大雨，天气较湿较冷，所以才会当提早看到这个美景。尤其到了晚上，城市街道的灯光透过云层向上投射，形成了云海中美丽的琉璃。这就是石州有名的美丽的琉璃光云海。看到别人翕的琉璃光夜景，真侪游客拢希望会当有机会到现场亲目睭看卖这个大自然的美景。记者综合报道。台铁伫昨暗10点外，一帮按潮州要开往到台南329四处的这个火车，有一个炸到这铁马旅客，因为讲无满意，无爱和这个月台人员来甲伊协助，一定呢对着这台铁人员安尼硬拗量，甚至是安尼大细声，因此呢当场就去互这个副站长以这个解除运送契约，无要甲伊载，想袂到这个人客是无愿意落车哦。现场的情形，咱要交互记者柯奕成。
好，观众画面上可以看到呢，这名男子呢，他是带着单车，并且呢是要由这个月台的向导呢来带他进入车厢，但没想到呢，他沿路竟然是对着这个向导大小声，甚至呢。当场呢，站方是不让他上车，没想到这名男子呢依旧故我，甚至是将自己单车呢直接放到车上，还当场呢是跟火车站站员呢僵持起来。让我们看看现场画面。你跟我车，但是你现在我可以告剩1分钟，可以，你可以告我，你可以告我没关系，你剩2分钟，等一下妨碍自由就成立。我根本没什么事啊，从头到尾都受害。你从那边出入口处就开始骂人。那么可以看到呢，这名旅客呢，不只是对这个站员们大吼大叫，甚至呢还直接是大小声了起来，最后呢还要求叫警察。那么这事件呢就发生在深夜10点多的台铁潮州车站，因为当时呢，这名旅客呢，他要带着单车呢搭乘区间列车要前往屏东车站，但没想到呢，依照月台规定，必须要月台向导来带领他进车厢，但没想到呢，这名旅客呢，他不但拒绝，甚至呢是开始对着台铁人员大小声哦，也惊动了现场的所有人。而最后呢，副站长出面处理，但没想到呢，还是跟这名旅客僵持不下。最后呢，这个副站长他是表示呢，依照这个台铁运送契约第4条第1项第1款呢，当场跟这名旅客解除了运送契约，也要求他下车，不愿载运这名旅客。但没想到呢，这旅客呢他不肯下车。那么事后呢，这名副站长也将这段影片分享出来。他表示呢，当时呢是依照乘客行为判断，并且呢是基于公共秩序的维护和其他乘客安全的理由，才会要求呢要解除运送契约哦。而最后呢，这整体事件呢是由警方到场将乘客带离之后呢才结束。但是呢，也因此呢，这班火车呢是延误了6分钟。那么上现场情况，主播。好，咱感谢疫情带予咱上新的画面。下面同款是一个现场的消息，这是桃园市龟山区有一个面体，伫19号暗时8点外呢，所来放落去3、4楼呢，一困来是安尼平平平平，不哩加在无互人跌着伤。当地民众就表示讲，这发生意外的建筑物就是海沙厝。详细情形，咱们连线记者林书宏。好的，主播各位观众，这栋民宅3楼住户厨房上方天花板突然碎裂崩塌，4楼地板直接贯通，连钢筋的结构都可以清楚看见，屋内瓷砖还有厕所也都出现裂痕，石块崩落时还差点把一名妇人活埋，幸好一旁公公及时把石块搬开，将媳妇救出。他们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过来看，就看到了3楼是一个大的窟窿，天花板不见了，4楼是地板就整个崩塌了，人员是都还好，没有伤亡。发现到海沙屋这种的房子，到现在这个时候是真的很危险。目前我们就真的希望，看能不能帮我们找到一条能够更快的帮我们重建的路。辖区消防人员表示，接获通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协助受困民众救出。经过检查，没有大碍。在员警和里长的协助下，目前已经将受灾户暂时安排到亲友家暂住。当地不少民众表示，这栋发生意外的房子是海沙屋，没想到却在都更期间发生崩塌意外，幸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只是住户忧心，发生这种意外，究竟该找谁协助？就怕会求偿无门，期盼相关单位可以帮忙想想办法，避免住户的权益受损。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主播。好，感谢苏宏。下面要从镜头所来去国外，中国大陆大连海域顶礼拜有民众去翕到海上呢，当时有出现着4个水雷啊架，4支水条冲真悬，也个一直将海水喷去天顶，这种景象，互看到的民众一直拢讲非常壮观。民众翕下这个较你看的画面，海面上出现水龙卷，而且一边就是出现4条真大的水条，一边连着海面，一边直接冲去天顶，看到的人拢感觉是真神奇。海面上有4个水柱，1个大的，3个小的，就像用注射器把海水吸到了天上一样，边吸还边移动。实在是太壮观了。16号下晡4点外，大陆辽宁省大连的海边出现4龙升水的机关，好佳在水龙卷离海岸较远，无来对当地民众造成威胁。去年的年底，泰国南部礼拜岛嘛出现过这个罕你看的画面，4条水龙卷摆一个伫咧海面上，声游客来看，阁有人摕起手机把这个画面翕落来。水龙卷平常时出现伫咧烧热的海面，湿热的空气若是一直上升，加上海面的风来影响，就会出现卷雷啊算，这就是咱看到的水龙卷。
This vortex can widen to as much as 300 feet in diameter and stretch to more than 2,000 feet tall. And that's a larger volume than One World Trade Center. 水龙卷内部的风速时速160公里，厉害程度袂输路面上的冷卷风。因为水龙卷平常时伫咧卡着路进前就会来消失，一般的民众毋免伤过烦恼。但是若是船来拄着，可能就会较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日头请爷爷爱细里，唔当去互雷公死那甲卡着。这是加拿大有一个原住民社区最近举行着庆典活动的时阵，去拄着雷公死那。虽然讲无人去互雷公来卡着，毋过有真侪民众迄个时阵哦，拢感觉着规身躯安尼一阵电流通过规身躯，真侪人拢出现着这头昏目暗。冰白想要吐，骹手拢麻去，一罐镜头有13个人受伤送病院。另外，伫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嘛有一个老师哦，透风透雨，又搁雷公死来时阵要拍算来牵车，所雄雄有一道闪电直接拍伫边仔这草啊顶头，互伊惊甲是有体无魂。一道粉红色的雷公死那，按天顶卡落来涂骹，差一点就卡到民众。有人阁感觉有一阵电流来探过身躯。Don't know where it come out. Maybe my knees. I don't know. I'm okay. I'm okay. 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一个社区举办活动的时阵，互雷公来攻击。当时咧起风，嘛雄雄伫落雨，有一座布棚，互风来吹倒，大家赶紧要去甲扶起来，想袂到雷公就对天顶卡落来。好佳在是无直接卡着人，毋过真侪民众拢感觉有一阵电流来探过规身躯，拢有头晕目暗、想要吐，也是骹手麻麻的情形。And it went up my right leg and stayed there and still feel a little bit. 曼尼托巴省当局提醒民众，若是有听到单雷的声，就代表有可能离互雷公卡到的所在真近。雷公甚至有可能会透过地面对民众来造成伤害。加拿大每一年平均拢有10个人因为互雷公卡到来死亡。这种意外伫咧美国嘛常常看到。最近伫咧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教师行伫咧雨中，准备要驶车回去，想要到一道雷公直接卡伫咧伊经过的草仔埔，伊惊一个赶紧甲雨伞弹掉，起脚就走。I just remember seeing a big flash and feeling like a little fear go through my body. 天气真热，室外活动真济。规个美国今年热天已经有12个人因为互雷公卡到来往生。医生讲，人若是互高压的雷公来卡到，就算敢若有1/1000秒，嘛恐惊会来造成烧烫伤、心脏病发作，也是无法度挽救的大脑损害。提醒民众，若是外口的天气不好，为着安全，上好也是踮伫咧室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歌戏，袂少人拢会直接去想到歌戏的国宝杨丽花。早期伊伫咧歌戏当中，因为转起来真拍，因此也得到着台湾歌戏第一小生的封号。杨丽花甲梁山泊、四顶山等等的这角色扮了真好，后来也搁做导演甲制作人推出着《军神情深》这出戏，也得到第38届金钟奖传统戏剧节目奖的肯定。16年拢无播电视咯，为着无爱互这歌戏来失传，杨丽花也将要伫咧9月份以新戏《忠孝节义》，甲大家伫咧电视机顶头过来见面。我想做出来，我就对冲回去。敢会记得30多年前，歌戏国宝杨丽花扮的真缘投的东条大将军四顶山，伫戏内底甲因某韩丽花做伙对抗敌人。顶山一起下水底。那扮歌戏，杨丽花嘛做导演，到后期更加是兼导演甲制作人家的身份，用《军神情深》这出戏，摕到第38届金钟奖传统戏剧节目奖的肯定。你我军神之间是军神之情，迄是友情，也是你我之间是父母之情。伫《军神情深》内底，杨丽花甲道地丹阿兰做伙表演，甲宋仁宗君王的气势扮甲真够格。这个片段嘛拢变作歌戏迷无法度放袂记的回忆。这个让16年歌戏国宝杨丽花宣告要伫9月登来到电视顶的。必须要由你这位精神领袖再来带头，要不然相隔了16年，怕大家已经把这个电视歌仔戏给淡忘了，所以他就
义不容辞的在扛起这支大旗。特惊歌仔戏的社团，因为花这回伫8点档歌仔戏内底成分，唔单是演员，佮甲总制作人、甲总导演的责任打起来，希望会当甲歌仔戏上新的时代佮吹回来，互歌仔戏一代一代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彩推出着新的刮刮乐，有机会来摕到彭正敏的签名球。详细进行广告了后，做过来关心。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的现场。后个月就是中秋节了，看到这个相机呢，台彩也推出着新的中秋节活动，隆重要加注5亿的奖金，包括着大乐透再度来推出着100组100万块的奖金，威力彩嘛加2亿。另外呢，台彩嘛宣布推出着中华职业棒球人气王车彭正敏退休纪念刮刮乐，除了讲有200万的头奖，也佫有机会去考到车亲笔签名的纪念球。恰恰彭正敏，中华职棒人气球星恰恰彭正敏，伊一个出场，台卡的迷众个大声欢呼。伊毋是伫个球场顶悬，是伫个台彩的活动顶悬。来耍这款现扣乐，新款的现扣乐顶悬有印彭正敏，原来是伊今年的球季就要结束了后，要来引退。台彩顺势来杀出车纪念版的现扣乐，一张200块，头奖拢总有3个200万，二奖除了5万块的奖金，还佫会当摕到一粒车亲笔来签名的球，限量来发行。这嘛是头场这个来斗打商品奖的这个职棒现扣乐，锁掉这个野球迷的市场。每一区的那个特别的号码，你都会有一点期待，然后有时候又怕受伤害的感觉。除了新款的现扣乐引起话题，上阵中秋节的商机，台彩中秋搁再来加注，这边的总加注金额是有5亿。这边用威力彩来拍头阵，9月初2开的头奖加注到2亿，搁来这个大乐透嘛，伫9月初3来加注，有100组100万，若是有无对组数，搁甲顺延到后期来开。bingo嘛，对9月16开始，连续来加注16天，照这个算法的无同，奖金加注2倍至7倍。我们预估这一次的中秋加码，带来的额外业绩，额外的销售大概约18亿。台彩来杀加注拼买去，不过伊的算法敢若亲像甲进前差不多，对民众是毋是有吸引力，还阁爱甲看才会知。记者综合报道。用2年的时间来研发手工做的豆腐脆，食了透心凉。广告了后，带观众朋友做过来去食看卖咧。
的新闻现场，手路菜要带观众朋友来去食凉的。头家娘张秋兰，伊前后拢总用2年的时间来研究，上尾呢才成功来做出着手工的豆腐脆。食起来好亲像是豆花，又搁亲像是布丁哦，绵绵又搁有淡薄仔 QQ， 搁再配上家己所喷的糖水加配料，真好食。嘛，互不少人客来店内拢指定讲要食这款的边。你好，请问要吃什么？原味豆腐啦。真受欢迎原味的豆腐脆，伫咧炎热的热天来个食一碗，真正是心凉鼻透开。这间专门咧卖手工豆腐脆的店家，就伫咧桃园的大溪老街仔顶悬，就算讲唔是假日，来吃的人客嘛是安尼叉。吃起来就很像那个布丁，但又不像布丁，它口感绵密又有点 Q， 然后又有带点豆香味这样子。对，然后其实我就是来逛老街的话，就会来这边吃。软 Q 蜜，很好吃，吃了你会想再来吃。这道互人食了，阁想要食的手工豆腐脆，伊品质的要求真点定，要求逐工就爱现做的。现下的豆奶落鼎落去煮，哪煮阁爱哪拉，滚了后，才阁甲掺这个菜燕粉落去甲夹，安尼就通准备起鼎咯。趁热车道，然后一定要到10分嘛，因为它等一下凝固的时候，它会缩掉，会变得比较少。时间甲了，准甲倒入去模仔内底，安尼才袂去影响到豆腐脆的结冻。这当阵阁爱用冷水来甲降温，让它迅速冷却。甲冰水甲倒入去底盘内底。互伊口感食着搁较好，食着搁较 Q 身。豆腐要你要黑芝麻是不是？不然用微冰好不好？不管是伫咧外场招呼人客，还是伫咧内场来做这个豆腐脆，头家娘张秋兰，逐项代志拢家己来。伊开业10多年，一直拢真面钱咧做。伊想着创业的初期，简单卖豆花，因为伫咧这个大溪老街仔顶悬这款店伤过济。所以才互伊有创新的想法。我的想法是说，我做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要跟大溪豆干很有名，我要跟大溪的东西是结合的，产业结合，豆干豆芽很多，但是又要创新，不要跟别人一样。伊想要和众人无共，才会做出这款手工的豆腐脆。就算讲已经研发出这款新产品，不过伫咧头起生的2年，伊的生意要是无偌好，伊下定决心要甲做好。张秋兰带因店内资深的员工跟营宣2个人做伙来拍拼，因逐工拢咧试做豆腐脆，开2年时间，总算成功去掠到美角咯。整个都在厨房后面超热，然后就一直流汗，然后每天都觉得好热好热，但是就是还是要撑下去。这是一个个人自己的肯定就是说这几项代志你都要做个成功，我觉得那才是重点。甚至有客人从高雄来说，你的物件吼没有人可以模仿。模仿不起来。伊家己真用心，嘛受到人客肯定。张秋兰真感动。本来伊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即卖伊提起勇气，伫咧半老老的时阵来创造事业，靠这道出色的手工豆腐脆，热销10多年，安尼嘛，互伊找到人生的新出路。记者综合报道。